宜兰县府推出去宜兰旅游凭发票第档抽奖的活动，不过有一位姓曾的查某人，共一届抽到2项大奖。有民众就亚康讲，这个人是县府员工的亲人，引起外界的质疑抽奖无公平。因为县府表示讲，因无限制员工的亲人袂当去参加抽奖，所以来买个建议敢要限制。也即届有人抽到2项大奖，嘛敢若会当选择其中一项。 出的是 Apple Watch。抽奖的现场要抽出电子手表啊，送予好运的民众。宜兰县府为着要推广观光，举办乐通游宜兰发票抽礼物的活动。全国民众若去宜兰佚佗，只要消费满500块，就会当上网登记发票来抽奖，而且会分2批，头一批10日抽出来，不过公平性煞引起质疑。 但我们接获到的爆料就是，虽然说该名得奖者他非县府员工，但其实还蛮清楚，应该有所掌握是他的家人在我们的县政府公旅处这边工作。有民众甲民代亚出来讲，有一个姓曾的查某人，伊小连续抽到戴森的电扫帚、甲 iPad 平板电脑。因家有人是县府的员工，这个得奖着2届的机会无大，嘛互得奖的人伊的身份引起关注。 个人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，因为我觉得那么多人在抽奖，我觉得这几率太小了。一次中2个奖，就是你觉得这样几率高吗？因为我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几个奖对啊，如果是本来就很多，我就觉得就还好。根据县府的统计，头一批抽奖累计有8300多人次参与，用电脑抽出65寸的电视，等等125个奖项。县府讲，这个姓曾的查某人确实有伫宜兰消费，而且上网登记发票，拢总登记30多条的资料，才叫参与抽奖。得奖发票是无共张。除了县府的公旅处的员工以外，并没有限制县府的员工跟眷属是不能参加的。县府讲，根据头一批抽奖的规定，一个人敢若限制抽到1届，这个姓曾的查某人一个手抽到2届，就要放弃其中1项。这个抽奖的活动，并无讲县府的员工或者是伊的亲人都袂当参加。因为未来敢会限制，也搁会建议。另外，第2批抽奖的时间会伫3月10日举行，上大奖是汽车，欢迎民众做伙参与。公司新闻宜兰报道。